看係調到嘅樣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係睇我哋亞比報嘅咩？你是在，係睇，係睇，我們這裡，我哋亞比，我哋亞比報嘅咩？飽的嗎？報嘅咩？好，那整句呢？華語的意思呢是：你是在我們這裡飽的嗎？你是在我們這裡飽的嗎？好，那我們先來說客語咯。係睇我哋亞比報嘅咩？係睇我哋亞比報嘅咩？好，那我們現在來下一句：不盼喜憂，嘅身份證同一種兩寸嘅相片。補辦需要您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補辦需要，不攀喜憂，不攀喜憂，你的身份證，給身份證，給身份證。好，接下來呢，一個字很特別，同，在客家話裡面，這個同是 and， 好，或者是跟，好。你看哦，什麼意思呢？給身份證同一種2寸嘅相片，就是你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補學一句話哦。一種2寸嘅相片，在華語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你現在整句話咯。不攀喜憂，給身份證同一種2寸嘅相片。好，那我們在正常的速度哦。不攀喜憂，給身份證同一種2寸嘅相片。好，學會了嗎？好，那麼下一句咯。好，含來工錢200個元哦，還要工本費200元哦，還要工錢，還要工本費，含來工錢，含來工錢200元。200個元，200個元。好，整句呢，含來工錢200個元哦。好，這是在跟民眾說，我還要收工本費200元。好，再練習一次客家話哦。含來工錢200個元哦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最後一句。好，當民眾問你什麼時候會辦好的時候，那我們公務人員也許覺得沒有那麼快。之後會用掛號寄給您，那我們可以怎麼說呢？冇按價，後尾會用掛號寄本。好了，會用掛號寄給您。好，那我們來一個詞彙一個詞彙來學習。冇按價，沒有那麼快。冇按價。好了，後來，後來會用掛號，會用掛號。會用掛號寄給你，基本基本好，我們現在整句稍微慢一點的速度。冇按價，後尾會用掛號基本好，正常速度咯，一起跟着念哦。冇按價，後尾會用掛號基本好，以上就是我們這一個單元的客語句子的學習，記得多聽多練哦。